白花，你先上皇子府，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跟二表哥好好聊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快给我滚出去！这没了谢崇锦，二表哥看起来好慌张啊。白花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白花，白花，在本殿府中撒野，父皇绝不会饶过你。哦，皇上还会见你？我怎么听说二表哥是被禁足了呀？哼，那又如何？本殿好歹是父皇的亲生儿子，等父皇见我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能再见到皇上？白花，刺杀皇子可是要诛九族的。放心，我班花不杀生。今日来呢，是想与表哥谈一笔交易。本殿从不受人威胁，更不与人做交易。看来连石飞仙的性命你也不在乎。你说什么？你把石飞仙怎么了？想不到二殿下对石飞仙还真是情根深重啊。白花，今日你若不将此事说清楚，休怪本殿不让你出这皇子府。我出不出无所谓，不过刺杀石飞仙的刺客可就快到了。表哥不着急？你敢！若是石飞仙伤及一根毫毛，我定扒了你的皮！别急，别急，不是我跟石飞仙没有那么大的仇。不过二殿下不是一向自诩智慧过人，结果却被身边的谋士耍了个团团转。胡说八道！谢崇锦怎么会对石飞仙？谢婉瑜要嫁给殿下，可谁不知道，殿下心中只有石飞仙一人。表哥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这谢崇锦跟着你，一无地位，二无保障，三来嫁个妹妹，结果中间还隔着个石飞仙，他图什么？现在石飞仙远去西周，正好趁此机会一了百了。这大业中还有谁能比谢大公子更想除掉石飞仙呢？哼，谢崇锦什么人，我比你更清楚，岂会中了你这挑拨离间之计啊？是吗？那看来刺杀我爹爹一事栽赃给石飞仙的，也是二殿下指使的了。不过表哥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班花也不是坐着看石飞仙被杀的人，我已经暗中派人保护他了。表妹，石飞仙现在何处啊？不能告诉你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撕了你？撕了我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班花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表哥不愧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通。条件不多，第一呢，以后不许再动我班家的人；第二，不要再觊觎皇位；这第三，以后你一见到我要跟我行礼。不可能！别急，还有这什么？砸我爹爹的悔过书，签个字，就算认罪道歉了。什么叫我狼心狗肺、猪狗不如？白花，你别欺人太甚了！你签不签？我不签，你做梦呢！本殿好歹天生贵胄，岂有向你班家低头谢罪的道理？你以为我稀罕你这颗猪脑袋呀？你要是不签，就是不认罪。你不认罪，石飞仙就脱不了罪。他脱不了罪，谁救得了他？你看着办吧。罢了，本殿就低这一回头。但是白花，你给我记住，本殿并不是怕了你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石飞仙。
无中生有，本店岂会认罪？拿，这就对了。